头刷落来台南，这个台南市的议长邱丽丽，去年因为不满，互人伫个网络顶甲恶意攻击，竟然是走到派出所来标骂冤警。即摆判决的结果出来了，拘役30天，会当换罚金3万块。昨台南市议会临时会，邱丽丽针对这个事情公开来道歉。不过国民党的议员卢群福认为讲判伤轻了，甲这个邱丽丽当场就互相来呛声。民进党的议员是跳出来挺这个邱丽丽，场面一度来失控，临时会暂时话停。我甲你讲，这互阮议会感觉我实在是，我连我家己嘛无能接受的啦。临时会就还未开始，国民党议员卢群福就抢先发言，但是为着议长邱丽丽进行骂警察的事件。那像民进党安尼，像民进党安尼，只要是民众留3万，根本差点就掉啊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感觉邱丽丽被判关30天，罚3万块是伤过轻。卢群福是正激动，佮叫邱丽丽直接去坐驾，邱丽丽当场就甲呛回去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，司法已经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了。两个人是冤甲大声声，卢群福虽然麦克风关掉，又还是对邱丽丽一直骂。这个时阵，民进党议员跳出来爱卢群福，卖个乱啊！你若感觉这个代志有法度处理代志吼，你就用这个方式继续处理啦。现在是唔过民众拢在看啦。看这个场面已经失控，邱丽丽赶紧化工休困5分钟，所大家针对骂警察的代志公开来回实嘞。借这个机会向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做一个道歉。那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问题啊，那我们就到此结束。不过卢群福敢若也无要放伊煞，这个时阵，互一向抢邱丽丽，拢抢甲真红声的蔡玉辉嘛出面来安打。我学了你议会敢坦然，互议员讲话。来，甲你批判，我感觉袂歹啦。肯定邱丽丽勇敢面对错误，混乱的场面才点睛落来，互临时会总算会当顺利进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